2003年嘅沙士突襲有1755人染病，當中20%以上係前線醫護人員。當年只係個醫科實習生嘅楊冠星係其中一個，喺8A 病房受感染。楊冠星話：最難過係隔離期間自己冇辦法陪伴到患病嘅爸爸，爸爸最終亦都病逝。直想照顧爸爸個動力冇咗咯。咁嗰刻係好想放棄自己嘅時候呢，好多家人朋友嘅支持，同埋最重要見到好多醫護人員啦、呼吸科醫生、內科醫生。但我覺得沈教授同埋我其他駐診醫生，佢哋嘅眼神同埋佢哋嘅鼓勵會話俾我知，一定要俾心機，一定要出院。佢哋都會話翻俾我知，就係話你諗下，如果你爸爸喺你隔離嘅時候，你覺得佢想你做個點嘅醫生？佢最後康復出院，成為醫生，話如果再有疫症，一定會堅守崗位。醫護人員借住今次分享會，提醒市民對肺炎同埋呼吸道感染嘅關注。數據顯示，肺炎係本港3大殺手，但係2011年超過6100人死於肺炎，每日超過150人要留醫，當中17人死亡。呼籲市民要注意個人衛生，高危人士亦都要注射疫苗。對於最近死亡率高達50%嘅新型冠狀病毒喺全球有蔓延跡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本港醫療體系有足夠準備應付。今次嘅新型冠狀病毒嘅爆發呢，係香港嚟講呢，我哋係比其他地方呢係更早呢掌握咗一啲同呢個病毒類似嘅病毒嘅相關嘅資料，亦都讓我哋嘅專家呢好早呢就可以用到呢啲基因嘅資料呢嚟做到一啲早期嘅快速測試。高永文表示，政府會繼續加強傳染病嘅通報機制，同內地同國際緊密溝通，以及培訓更多專科醫生。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儀報導。